靈情詩語哥林多後書1章1至7節，苦難中的安慰。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和兄弟提摩太，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，並亞該亞遍處的眾聖徒，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。願頌讚歸於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，就是發慈悲的父，賜各樣安慰的神。我們在一切患難中，他就安慰我們，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，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。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，就靠基督多得安慰。我們受患難呢，是為叫你們得安慰，得拯救；我們得安慰呢，也是為叫你們得安慰。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的那樣苦楚。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，因為知道你們既是同受苦楚，也必同得安慰。保羅寫哥林多後書嘅時候，已經信咗主，並履行福音使命20幾年，經歷無數嘅困苦、患難同逼迫，但始終冇離開主，因為主嘅恩典同安慰，俾保羅得着力量往前行。喺短短7節經文中出現咗10次安慰，神嘅加力對保羅嘅人生係何等嘅重要呢？1至2節問安語。保羅嘅使徒身份唔係自己爭取嘅，乃係因着神旨意嘅指派。呢度要俾哥林多教會知道保羅嘅屬靈權柄嘅來源。呢封信係佢同屬靈兒子提摩太寫嘅。喺路斯德嘅時候，保羅呼召提摩太去跟從。喺第2次宣教旅程中，提摩太跟住一同去。哥林多教會都到過。呢封信不單寫俾哥林多教會，都包括亞該亞省，因為哥林多教會都喺呢個省中。恩慈係希臘文化慣用嘅祝福語，平安係猶太文化慣用嘅祝福語。重要嘅必定係透過父神同主耶穌而嚟㗎。第3至5節，多有患難，多蒙神安慰。保羅稱讚神係發慈悲嘅神，都係賜各樣安慰嘅神。慈悲包含住憐憫嘅意思。保羅實在不配蒙神嘅憐憫，如今成為主嘅僕人。安慰有站着旁邊加力鼓勵嘅意思，相當適合保羅所面對艱難嘅處境。的確，保羅嘅宣教旅程為主吃盡唔少嘅苦頭，甚至連活命嘅指望都冇啦。但神用各種嘅方法嚟安慰佢，叫佢仍站立得住。不但如此，因着佢有咁樣嘅經歷，同樣可以安慰嗰啲受苦嘅人。神嘅愛係無限嘅。保羅嘅總結就係：我哋雖然為基督受苦，但得着基督嘅安慰就更大。第6至7節，多有患難，同得安慰。保羅說：我們受患難呢，是為叫你們多得安慰。因為哥林多教會冇體恤同理解保羅所受嘅苦難，喺書信裏邊有提及。因此，保羅為佢哋受患難，係叫佢哋得着福音嘅好處。佢深信咁樣嘅受苦，係叫哥林多教會嘅肢體都得着安慰，因為呢間教會不斷喺信心同真理上成長，所以蒙受呢啲苦難，對保羅嚟講已經不足介意啦。
保羅並唔係一個喜歡受苦嘅人，但為着福音嘅緣故，佢欣然接受患難同困苦，並且佢體會到基督嘅安慰，叫佢有力往前行。呢度叫我哋反省到：第一，為主受苦可以得着更大嘅安慰；第二，所面對嘅苦難可以叫人成為別人嘅安慰；第三，喺苦難當中更加經歷到神嘅實在；第四，苦難更加叫人靈命成熟長大。親愛天父，基督徒在世生存，苦難必定係難免。求主叫我哋好似保羅一樣，苦難雖大，但體會你嘅安慰就更大，都將自己所面對嘅苦難成為別人嘅安慰。阿門。問題思想：第一，基督徒面對患難同受苦有乜嘢意義呢？第二，你有冇曾經體會嚟自基督嘅安慰呢？第三，你係咪曾經歷保羅所講，多受基督嘅苦楚，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呢？第四，你願意為主受苦嗎？請再讀以上經文，寫低靈修札記。